香港係一個石屎森林，可以創造一切嘅奇蹟。但係我哋心底渴望嘅寧靜、幻想嘅空間，可以去邊度安放？難道我哋追求嘅生活就只可以喺速度同埋密度之間做抉擇？距離就係只過一條橋嘅珠海，同樣係2000幾尺嘅豪宅，一個價值8000萬，另外一個只係需要800萬，你就可以擁有理想嘅生活。我哋而家身處呢個地方就係位於珠海嘅核心香洲區第4代全新嘅智慧型住宅華發香山門1號。呢度唔係偏遠嘅郊區，而係香港核心嘅新香洲。喺港珠澳大橋過嚟，只係需要30分鐘。但最難得嘅就係你可以將國家級嘅山水景觀變成每日開窗就可以見到嘅私人風景。優質嘅生活首先係要擁有健康嘅空氣、開闊嘅視野同埋隨時接近自然嘅自由。簡單嚟講，我哋每日返到屋企就好似返咗一間6星級嘅豪華resort一樣。800萬嘅預算喺呢度可以買到一套2700尺嘅5房套，連工人房嘅全層大宅。如果你要想有同樣嘅空間喺香港，你要8000萬。今日有3個震撼位，第一個震撼位同大家講嘅就係空間，一個接近1200尺嘅大廳，連接客飯廳同半開放式廚房，就係俾到自己屋企人最好嘅舞台。大家可以同時喺呢度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又可以保持緊密嘅聯繫。空間嘅寬敞可以俾到大家好 close，又可以好 relax。第二個震撼位就係想講咁大嘅主人房啦，私隱度同埋舒適度喺呢一度都係頂級嘅。咁啊，第3個震撼位就係想同大家講下呢個空中特大嘅花園。呢份奢侈喺香港係好難追求。落樓就有商業街，基本配套全部有齊晒，行2步就可以解決到飲下咖啡、去買下餸、散下步，都極之方便。會所係另一個亮點，除咗對住園林嘅景觀，室外無邊際泳池，仲有室內恆溫泳池。喺冬天或者落雨嘅時候，一樣無拘無束咁樣可以享受到。加上專業嘅健身房、私人嘅宴會廳，無論朋友嘅家庭聚會，淨係自己樓下已經係一個全天候嘅娛樂中心。生活優質靠配套，5分鐘就可以去到尖嘅學校，10分鐘就可以去到大型嘅超級市場，15分鐘就可以去到3甲嘅醫院。所有嘅優質資源就近在咫尺，完全係唔需要擔心嘅。最後同大家計數啦，究竟喺香港1/10嘅價錢，喺呢度可以買到一個過千尺嘅超級大廳，一個接近600尺嘅總統套房級嘅主人房，一個300尺嘅私人空中花園，其餘4間套房每間都過百尺。你冇聽錯，我冇計錯，呢個就係第4代住宅嘅好處，實用率係超過110%，為屋企人選擇一個空間、景觀、配套同生活品質全面升級嘅未來。如果大家對呢個豪宅嘅地段樓盤有興趣嘅話，可以隨時聯絡我，香港華發 friend 攞資料。